大家好，歡迎收睇最耀 B。今期九噏真經會為大家介紹近期淘寶最熱賣嘅幾款商品，事不宜遲，馬上嚟。第一樣，李敏稿。相傳韓國有個小縣城就叫做李敏縣噶，農業非常發達。不過佢哋種嘅咧就唔係農作物，而係星。咁其實咧種星同種農作物都係一樣嘅，需要光水氣、曝光、磅水同埋人氣。當星成熟嘅時候，農民就會用手中嘅稿發掘佢哋，用嚟賺錢嘅。咁將粒星揸乾揸淨之後咧，就會拋棄粒星噶啦噃。而如果種星嘅途中發現粒星原來紅唔到嘅話，農民就會用稿嘅尖嘅另一頭直接鋤死佢，一了百了。咁因為種星為人民咧就帶嚟龐大嘅收入啊，咁所以李敏縣嘅農業咧就逐漸企業化啦噃，並出現咗好似 XM 呢種大型農場啦，而農民手中嘅稿就俾人稱之為李敏稿啦。第二樣，華羅庚。我國小朋友長期受奧數嘅影響咧，就造成大腦過度發達、腦容量大量增加，呢種就係我哋俗稱嘅大頭娃娃。為咗解決呢個問題，中國同學會聯手南翔技工成功開發出拯救小朋友於水深火熱嘅高智能生物鏈手動計算器，堪稱當代小朋友福音噶。咁啱問世嘅日子適逢我國偉大數學家華羅庚出生，有咁啱計算器嘅外形咧就同庚相似，所以取名為華羅庚。只要將數學題撕成小塊放入粥粉麵飯當中，用華羅庚嚟食，華羅庚就會自動收集粥粉麵飯中嘅數學信息加以運算，然後將信息經消化道處理後直接傳入下水道。小朋友只要查看下水道就可以得出正確嘅答案。而家廠家大酬賓，華羅庚第二隻半價再送你 X 方程式大話式，想嗌咩就有咩，仲打馬上撥打電話掛失手機然後訂購啦。第三樣，明媒正娶。石器時代，猿人會用石頭將睇啱嘅異性敲暈拖入洞中進行叉叉 O。呢個過程我哋稱之為洞房，其他猿人見到就紛紛效仿佢啦，結果就出現咗專門用嚟洞房嘅錘啦。而因為洞房錘係用石頭做噶，一個唔留神好易將目標敲死，所以猿人就會用獸皮或者獸毛包住石錘，增加安全性。呢個就係我哋成日講嘅安全套啦。明朝歷史學家喺一座煤礦當中發掘出，相信係當年猿人嘅洞房遺址。遺址上顯示，當時猿人正準備敲暈另一隻女猿人。因為當時仲未有朋友圈，歷史學家冇辦法第一時間同朋友分享，所以叫畫家將遺址畫落嚟，並取名為明媒正娶圖。而過去媒人亦都尊重呢一個傳統，做媒嘅時候會喺兩位對象中間擺一個石錘，表示呢兩位正在相睇噶。第四樣，恒大地產。恒大足球隊近幾年喺球場上嘅成績，大家有目共睹。獲得如此驕人嘅成績，除咗一班出色嘅球員同埋優秀嘅教練之外咧，更加唔少得球隊管理層嘅投入。為咗提高隊員射門嘅成功率，球隊方面斥巨資開發出新一代嘅園林綠化鏟。可能大家仲記得世界盃上面碧咸點球打飛機嗰一幕。新一代綠化鏟嘅誕生，從根本上解決咗呢一個問題。經過佢處理嘅草地，完美咁貼合球員嘅腳型，令人仿佛置身於夏威夷嘅海濱沙灘，過於舒服嘅感覺，有效麻痹對方嘅神經，搞到佢哋帶球帶唔穩，射球射唔準。內置多核處理器，精準判斷對方嘅走位，隨時挖窿裝佢蛋糕。美斯變美斯，C 朗變 C 朗，短小精悍，方便攜帶，綁喺腳上，裝喺鞋上。你都吹我唔漲，想鏟你就鏟你，裁判冇面俾。我哋睇下恒大球員高林佢係點睇嘅吓？自從用了恒大地產之後呢，對方射門就沒試過不打飛機，所以呢，我們球隊下一場準備將一個門將和2個後防球員讓給對方，改打這個4-4陣式，就是一開球就8個隊員全部衝上去，完全不設防，表示我們對對手的射門技術充滿信心，相信他們一定會打飛機的。第五樣，勞斯萊斯。勞斯萊斯100周年紀念嗰陣咧，除咗推出豪華版紀念車 100EX 之外，仲秘密推出新開發嘅高智能量子式潛能啟發裝置，俗稱勞斯萊斯。開發報稱係只要將螺絲上喺任何物體上面，就可以激發出物體嘅所有潛能，令到拖拉機變法拉利士，媽咪叫單車變摩托。但係因為開發成本同埋開發難度都係太大嘅，所以目前仲未開發出可以運用喺人體身上面嘅勞斯萊斯。如果研發成功，保特有望可以喺3秒內突破100米，極速衝出世界，參加太陽系會將唔再係幻想。但係歐洲足球方面表示使用勞斯萊斯又使用禁藥嘅嫌疑，所以堅決反對歐洲球隊使用勞斯萊斯，以免發生球員不服判罰將裁判踢出歐洲嘅事故。第六樣，阿仙奴。英超03至04賽季奪冠之後呢，阿仙奴官方針對中國市場特登發行咗一款紀念品阿仙奴，仲專登請嚟亞洲命理風水大師志雲大師為紀念品開光噶，目的就係等中國龐大嘅球迷日日夜夜為阿仙奴燒香拜佛，保佑阿仙奴可以順利奪得下年嘅英超冠軍。結果就係03至04賽季之後呢，阿仙奴再都冇攞過冠軍啦。咁俱樂部方面百思不得其解，最後都要請翻志雲大師翻嚟解決問題噶吓。大師黑指一算，一拍大髀就話大領落，原來係阿仙奴出咗問題，因為歐
歐洲係信基督教噶嘛，咁中國球迷係拜佛噶嘛，咁就梗係攞唔到冠軍啦。所以時至今日，阿仙奴依然係好啦，因為天氣太熱，編輯中咗暑，所以今期九噏真經就係得6樣嘅啫。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下期再見。